2016年12月，香港全球最頂尖嘅年輕頭腦匯聚一堂，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喺佢哋之中，有一支極度神秘嘅隊伍，6名嚟自北韓嘅學生，佢哋着住白恤衫，心口扣住金氏政權嘅忠誠徽章。但其中一個叫李正烈嘅17歲數學神童，根本無心去諗啲方程式。當佢企喺台上接過銀牌嘅時候，腦海中正盤算住一個驚心動魄嘅計劃。對於李正烈嚟講，呢場唔係比賽，而係一張不成功變成人嘅單程機票。喺北韓，教育就等同徵兵，政權就好似一個無處不在嘅星探咁，由小學開始就發掘人才。呢個就係李正烈嘅現實。佢出身喺相對優渥嘅家庭，父親好早就睇出咗佢對數字嘅天分。到咗12歲，李正烈已經喺全國比賽中擊敗比佢大幾年嘅對手。佢引起咗政權嘅注視，仲得到一份幾乎聞所未聞嘅賞賜，一部私人手提電腦。佢被送入咗精英培訓機構，最聰明嘅學生都會被送去平壤第一中學，最後會入讀指揮自動化大學呢類專門機構。但係喺平壤，特權其實係一個陷阱。喺2015年奧林匹克競賽完結之後，李正烈睇清咗真相。政府嘅特工喺度盤問緊佢嘅朋友，佢意識到身為天才嘅回報就係下半世都會困喺一個軍事黑客部隊入邊，一個逼佢終身發動網絡戰爭嘅金絲雀籠。佢知道自己得返18歲前嘅時間可以出國比賽。2016年嘅香港係佢最後機會。贏得銀牌之後，李正烈避開咗監視人員，截咗架的士，穿梭呢個陌生嘅城市，最後行咗入南韓領事館。喺漫長而煎熬嘅70日入邊，佢困喺外交僵局之中。脫北係一場揾命搏嘅賭局，一旦失手，懲罰就係死刑，連帶3代家屬都要送去勞改營。但係最終首爾方面談判成功，李正烈獲得自由。要理解李正烈逃離嘅世界，我哋必須回顧1970年代，當世界各地開始摸索個人電腦嘅商業同娛樂用途嘅時候，北韓政權已經着手籌備佢哋第一批數碼步兵。佢哋將精英學生送去俄羅斯、中國同東德，掌握冷酷無情嘅代碼。起初呢個計劃係為咗提升效率，推動工廠同國家物流現代化。但係到咗1990年代，戰略出現轉變。金正日意識到喺一個越嚟越依賴網絡嘅世界，一個孤立嘅小國根本唔需要龐大嘅海軍或者高科技嘅空軍直插敵人嘅心臟，佢哋只需要幾十個聰明嘅大腦加上一條網線。1998年，政權成立咗1議1局，將呢個願景正式化。喺呢個隸屬於偵測總部嘅單位，成為咗日後金正恩口中全能嘅實驗室。網絡戰成為咗最完美嘅不對稱武器。成本低，破壞力大，最重要嘅係可以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就喺呢個時候，Lazarus 呢個名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多年嚟，呢個組織一直喺暗中行事，針對南韓政府嘅目標進行無聲無息嘅間諜活動。但係去到2014年，Lazarus 以史無前例嘅囂張姿態曝光，因為不滿一套荷里活嘅諷刺喜劇，佢哋入侵咗 Sony Pictures。清空伺服器並且洩漏機密數據，令到公司損失數以億計。團隊用咗精密嘅網絡釣魚，向高層發送偽裝成同事嘅電郵，一撳入去就植入咗一個名為 Deathsover 嘅程式。足足2個月，黑客潛伏喺 Sony 嘅網絡入邊，摸清晒成個架構，仲揾到以純文字儲存嘅密碼。2014年11月24日，佢哋觸發咗 Wiper 惡意軟件。佢有系統咁樣複寫咗 Sony 伺服器嘅開機記錄，令到大約70%嘅公司硬件變成一堆廢鐵。當伺服器相繼死機，員工嘅螢幕上面出現咗一個挑釁嘅骷髏骨圖像。但係隨住國際制裁開始勒緊咗北韓嘅經濟命脈，組織嘅任務由政治報復演變成冷血嘅盜竊。佢哋唔再單純係黑客，佢哋變成咗國家級嘅銀行大盜。2016年，Lazarus 策劃咗史上最猖狂嘅劫案之一。佢哋嘅目標唔係本地分行，而係全球金融體系嘅大動脈 SWIFT 網絡。黑客潛伏喺孟加拉銀行嘅網絡近1年，徹底摸清用於國際匯款嘅 SWIFT 軟件機制。佢哋甚至入侵埋硬件，整熄咗銀行嘅 SWIFT 打印機，等龐大嘅匯款進行緊嘅時候唔會驚動到職員。透過入侵孟加拉中央銀行，
佢哋向紐約聯儲發出咗35個請求，企圖轉走近10億美元。然而佢哋竟然敗喺一個字母上面，一筆2000萬美元嘅轉賬因為串錯字而被截停。呢個微小嘅錯誤觸發咗人工審核，成功擋下咗8.5億美元。但即使係咁，依然有8100萬美元憑空消失。透過馬尼拉嘅賭場洗白成乾淨嘅現金。1年後，佢哋釋放咗 WannaCry 勒索病毒，挾持咗150個國家共30萬部電腦，癱瘓咗英國國民保健署，證明世界上冇任何領域可以幸免。時至今日，Lazarus 再次轉移陣地，隨住傳統銀行加強防禦，Lazarus 將目光投咗去缺乏監管嘅加密貨幣。喺去中心化嘅金融世界入邊，首位更少，但回報卻係天文數字。2025年2月，Lazarus 犯下咗人類史上最大規模嘅數碼劫案，從幣別交易所盜取咗15億美元。幾個月嚟，北韓特工偽裝成高級遙距開發人員，潛伏喺交易所嘅生態系統入邊。佢哋一直等到2025年2月19號嘅例行安全更新，用惡意程式騎劫咗多重簽名嘅錢包協議。當操作員以為自己將資金移去安全庫嘅時候，惡意程式已經靜靜雞咁樣將40萬粒以太幣直接轉入 Lazarus 控制嘅錢包入邊。為咗動用呢筆偷翻嚟嘅加密貨幣，佢哋必須洗黑錢。Lazarus 已經完善咗一套45日嘅洗黑錢週期。首先，佢哋透過轉移資產切斷追蹤路線，然後將資金倒入 Mixers， 一個將成千上萬宗交易撈亂嘅演算法。當啲錢洗乾淨出嚟之後，就會兌換成穩定幣，用嚟喺黑市購買軍民兩用嘅科技同火箭零件。呢條數計落令人不寒而慄。網絡安全分析師發現，喺一宗大型加密貨幣劫案發生之後嘅幾個星期內，政權通常就會進行一次引人注目嘅導彈試射。單單喺2025年，黑客就偷走咗超過20億美元，為避開國際制裁提供咗必須要嘅強勢貨幣。Lazarus 嘅崛起唔單止係一連串獨立嘅犯罪，而係一次大規模有組織嘅數碼恐怖主義嘅建立。多年嚟，全球情報機構一直將呢啲入侵視為雜訊，但係當 Sony 同銀行劫案塵埃落定，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規律浮現出嚟。FBI 同私人網絡安全公司開始留意到一個獨特嘅數碼指紋，佢哋發現咗被重複使用嘅代碼、特定嘅惡意軟件編譯器，全部都指向機器入邊同一個幽靈。喺情報界入邊，大家唔再叫佢哋做黑客，而係改稱佢哋為 Lazarus。但係即使呢個組織變得家傳戶曉，熒幕背後嘅人依然隱形，直到2018年，情況先至改變。為咗揾出代碼背後嘅真面目，調查人員鎖定咗一個叫做朴振赫嘅男人。朴振赫係北韓人才精兵嘅終極體現，同李正烈一樣，佢係喺童年就被發掘並且送去接受精英培訓嘅數學神童。同李正烈唔同嘅係，朴振赫成功被體制吸收，佢被派到中國大連，喺一間空殼公司工作。日頭佢睇落好似普通嘅 IT 承包商，為合法嘅客戶做一啲繁瑣嘅寫曲工作。但係到咗夜晚，佢就係偵察總局嘅高級特工。朴振赫唔單止係參與者，佢更加係總設計師。調查顯示，佢係2014年 Sony 黑客事件同埋開發 WannaCry 勒索軟件嘅核心人物。佢成為咗政權原始封閉同全球頂尖網絡犯罪之間嘅橋樑。喺2018年一次破天荒嘅行動之中，美國司法部發出咗對佢嘅刑事起訴書。呢個係美國有史以嚟第一次正式起訴北韓黑客犯落嘅具體罪行。喺一份長達179頁嘅起訴書入邊，將佢嘅電郵、社交媒體活動，以至於寫曲嘅甩漏，直接追蹤去到平壤嘅政府設施。然而，儘管有通緝令同國際制裁，朴振赫依然逍遙法外。外界相信佢已經翻返去北韓，受佢出資資助嘅政權所保護。對國家而言，佢係英雄，獲頒發勳章同入住豪華大宅。但係對於全世界嚟講，佢係一個偷走咗幾十億嘅幽靈。多謝收睇。